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1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1节到11节，创世纪27章30节到38节，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领受赐福。牧师在美国服事的阶段，经常需要跟美国教会的牧长兄姐开会，交往，甚至也经常会有机会到白人教会的会友家做客，或是有机会邀请他们来我们家一起用餐。那在彼此互相往来的当中，经常会以这个祝福bless you， 或是在文字上来往当中会提到 blessings， 来互相请安祝福。领受上帝的赐福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而领受上帝的赐福，或是说获得祝福呢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，那个条件就是需要非常积极，并且遵守主的诫命，然后呢才能够领受来得到。对于圣经当中的雅各，我们经常说呢，他太奸诈了，就如同他的哥哥以扫向父亲告状的内容说，他欺骗了我2次。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雅各对于祝福这件事情，他是表现得非常积极的，因此他就有机会领受了父亲的祝福。反观以扫，他虽然是一个受骗者、受害者，但实际上他却表现得不在乎，因此就失去了上帝透过父亲的祝福。创世纪27章30节到38节这样说道：以撒给雅各祝福完了，雅各刚刚出来，他哥哥以扫就打猎回来。以扫也烧了好吃的肉，拿到父亲面前说：父亲，请坐起来，吃我替你打来的野味，你好祝福我。以撒问：你是谁？以扫答：我是你的长子以扫。以撒全身颤抖，问他：那么刚才拿野味给我吃的是谁？你进来以前我已经吃了，我也已经祝福他，这祝福将永远属于他。以扫一听这话，非常动心，放声大哭说：爸爸，请你也祝福我。以扫回答：你弟弟进来欺骗我，夺去了你的福分。以扫说：这是他第2次欺骗我，难怪他名字叫雅各。他抢走了我长子的名分，现在又夺去我的福分。爸爸，你没有留些福分分给我吗？以撒回答：我已经立他做你的主人，使他所有的兄弟都服侍他。我也祝福了他，给他五谷美酒。我儿啊，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？以扫继续向父亲哀求：爸爸，你只有一个祝福吗？求你也祝福我吧。说完就放声大哭。路加写给提阿非罗的书信，见证了耶稣基督的生平以及他的救恩。在第2本书《使徒行传》一开始，路加就提及那个使徒们，他们蒙呼召领受圣灵的喜这样的一个赐福，也领受了上帝的呼召以及差遣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1节到第5节，提阿非罗阁下，在我所写的第1本书里，我已经把耶稣的一切事迹和教导，从他开始工作到被接升
天那日都叙述了。在升天以前，他借着圣灵的力量，给自己所选召的使徒许多指示。受害以后40天当中，他曾经向他们显现许多次，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活着的，又向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。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照我对你们说过的，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。约翰用水施洗，你们却要在几天以后受圣灵的洗礼。领受圣灵的洗，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就是蒙上帝的赐福。因为呢，有上帝的同在，有圣灵的智慧与能力。诗篇40篇第1节到11节，我耐心等候上主，他就垂听我的呼求。他把我从泥沼中和深坑中拉出来，把我安置在磐石上，使我步履稳妥。他叫我唱新歌，唱颂赞上帝的歌。许多看见的人肃然起敬，愿意信靠上主。一心信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啊！他不倾向偶像，也不依附拜假神的人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为我们成就了许多大事，有谁能够跟你相比呢？你为我们设想的奇妙计划都要数说不尽。你不要生祭，也不要公物，你不要烧花祭和赎罪祭，你却赐福我聆听的耳朵，所以我回答，我在这里。你对我的指示都记在法律书上。我的上帝啊，我多么乐意遵行你的旨意，我把你的教训谨记在心里。上主啊，在你的子民的聚会当中，我宣扬你拯救的佳音。你知道我要不断的传扬，我不曾把你拯救的信息据为己有，却常常宣讲你的信实和帮助。在你的子民盛大聚会中，我没有隐蔽你的慈爱和信实。上主啊，我知道你永不收回你对我的慈爱，你的信实和不变的爱始终支持我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蒙赐福的人，领受恩典、圣灵的能力和智慧，能够荣神益人，成为传福音的仆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